各位香港街坊、資深大灣區玩家，即刻停手，唔好劃走。今日呢條片絕對係近期最影響我哋每一個香港人生活消費、返工作息嘅重磅消息，甚至可以話直接改變深港兩地10幾年嘅商業格局。好多人仲未醒水，新皇崗口岸條例正式生效，全新升級口岸隨時全面開通。以後我哋香港人過關去深圳，唔使再日曬雨淋排隊半個鐘，淨係需要5分鐘，5分鐘極速過關，仲要係24小時通宵通關。呢個消息絕對唔係普通交通升級咁簡單，佢係一把真正嘅降維必殺技。一邊係深圳周邊商戶瘋狂搶鋪，租金爆升，連夜籌備宵夜旺場，全員準備賺盡香港人嘅消費錢；另一邊係我哋香港傳統商圈商場夜經濟值面前所未有嘅超級寒流。講句真心說話，今次新皇崗口岸重啟根本就係深港兩地經濟客流消費力嘅終極洗牌。如果你仲未知道呢個口岸有幾誇張，對你嘅生活有幾大影響，未來香港商圈會變成點？我哋普通人可以點樣慳錢揾着數？今日呢條超長乾貨片全程同你拆解透徹，認真睇完絕對受益匪淺。皇崗口岸全新港方條例已經正式落地生效，所有通關規範、口岸運作跨境配套嘅官方規則已經全部敲定到位。雖然而家粵港兩地仲喺度微調細節，未公布最終嘅正式開通日子，我哋仲未可以即刻買票上車，盡情享受呢個通關紅利。但係全港大灣區街坊嘅熱情早已經徹底爆晒個棚，熱度壓都壓唔落。而呢一股狂熱嘅風口之下，造就咗一個超級極端嘅局面。深圳一眾商家已經嗨到極致，個個打拿雞血、摩拳擦掌等住迎客。反觀我哋香港傳統核心商圈、舊式商場、日夜市商戶，個個心驚膽戰、瑟瑟發抖。一切嘅根源就係新皇崗口岸呢個顛覆以往嘅超級功能，5分鐘零痛感，極速過關。但凡往返深港多年嘅老友記一定深有體會，以前過關真係噩夢一場。無論係朝早返工通勤就間逛街食飯，定係夜晚臨時想去深圳消遣，永遠都逃唔過長龍排隊。露天通道無遮無擋，夏天頂住烈日暴曬，雨季淋住滂沱大雨，寒風天又吹到手腳僵硬。區區一個過關流程，隨時折騰30分鐘起步，高峰期排1粒鐘都係家常便飯。成個人攰到散架，好好嘅心情直接被磨晒。但係全新升級嘅皇崗口岸，徹底同呢啲糟心經歷講拜拜。而家嘅通關流程簡單到離譜，完全顛覆大家嘅認知。唔使排隊，唔使折騰，唔使日曬雨淋，只需要掃下證件，對個人面閘機一開，眨眼幾秒鐘就完成兩地出入境手續，無縫穿梭深港，快到你根本反應唔切。呢個看似簡簡單單嘅通關升級，背後暗藏嘅其實係香港經濟、本地消費市場嘅巨大危機，同時亦都係我哋香港街坊嘅超級福利。近年嚟，香港本地消費市場一直死氣沉沉，市民消費意願低迷，商戶經營舉步維艱，業界一直到諗辦法振興商圈、盤活夜經濟。正當大家一籌莫展嘅時候，深圳直接甩出皇崗口岸全面升級呢個終極大招，精準打中香港市面嘅痛點。而家深圳口岸周邊嘅商家早就湊到咗巨大商機，成個片區亢奮到不得了。唔單止係普通餐廳、商場準備迎客，連深夜宵夜場、凌晨休閒業態都已經規劃得清清楚楚。佢哋嘅目標非常明確，就係留住我哋香港人。等我哋落班之後，唔使留香港消費，直接5分鐘過關北上，去深圳食飯、飲茶、逛街消遣，玩到半夜先慢悠悠過關返屋企，甚至索性留宿深圳，第2日先返香港。呢種全新嘅雙城生活模式，直接將香港本就萎靡不振嘅夜經濟零售商圈打入寒冬。講個真實案例俾大家知，香港有一間知名老牌商場，足足沉寂冷清咗8年之久，常年空置率超高，人流稀疏。就算近年陸續引入好多內地新興品牌入駐嗰撐場，試圖盤活人氣、帶旺生意，最終都係於事無補。成個商場依舊死氣沉沉，毫無煙火氣，行勻全場都見唔到幾個遊客，經營狀況慘不忍睹。同香港慘淡嘅商圈形成極致對比嘅就係新皇崗口岸周邊。而家口岸仲處於大規模施工階段，路面天橋、鐵路配套仲到收尾完善，周邊仲有少量工地痕跡，但沿線所有商鋪早已經被商家搶租，一空一鋪難求。
所有商業配套、服務設施全部全面升級改造，無論係餐飲、零售、休閒業態，都已經整裝待發，就等口岸正式開通即刻爆火。可能好多街坊對皇崗口岸唔係好熟悉，其實佢一直都係深港兩地最核心、最繁忙嘅陸路樞紐之一，幾十年嚟一直承載住海量跨境客流，係大灣區人員流通、經濟往來嘅關鍵節點。今次耗資巨大嘅全方位翻新升級，直接將呢個老牌口岸推成全大灣區最受矚目嘅超級工程。官方早前釋放消息，原本計劃7月左右正式啟用全新口岸系統。雖然最終開通時間仲有待兩地官宣，但民間嘅期待值同討論熱度早就火爆到壓制唔住。而今次新口岸最炸裂、最顛覆大家出行習慣嘅亮點，毋庸置疑就係極致縮短嘅通關時長同埋超人性化嘅通關模式。全新皇崗口岸正式採用一地兩檢、一次放行嘅先進模式。呢個模式徹底改寫咗幾十年嘅跨境通關規則。以前我哋過關要分別經過香港、內地兩個獨立查驗區域，2次排隊、2次核驗證件、2次過閘，繁瑣又耗時。哪怕係人流最少嘅凌晨時段，最快都要3分鐘先可以完成全程。如果係帶住老人家細路，或者中途需要休息去洗手間，隨時要耽誤成個鐘以上，極度麻煩。而家全新系統落地之後，所有查驗流程整合喺同一個大廳，大家只需要排1次隊、過1次閘，就可以同時搞掂香港出境、內地入境2道手續，全程淨係需要5分鐘。5分鐘係咩概念？就係你斟杯水、眨幾下眼、傾2句偈嘅時間，就已經由香港跨到深圳，效率提升足足6倍以上。早前已經有大量媒體記者、探店博主實地走訪新皇崗口岸，內部嘅智能閘機查驗設備、大廳裝修、冷氣配套全部調試完畢，寬敞明亮、乾淨企理，體驗感直接拉滿。雖然外部道路交通配套仲有少量收尾工程，但完全唔影響大家對佢嘅超高期待。而最令所有人興奮嘅核心賣點，就係新口岸延續咗皇崗一貫嘅王牌優勢，24小時通宵全天候通關。過往我哋往返深港最大嘅痛點就係怕趕唔切尾班車，無論係跨境巴士、港鐵接駁，全部有固定收班時間，一旦玩得夜少少，錯過最後一班車就徹底冇辦法過關。深夜想北上食宵夜、探親友消遣，根本冇可行渠道，只能放棄或者花天價揸車，極度唔方便。而家5分鐘極速通關，立24小時唔打烊，雙巴扶疊加，直接抹平咗深港兩地嘅時間壁壘同空間距離。無論係夜晚10點、凌晨2點定係天光破曉，你隨時想過關都得，完全唔使顧慮時間問題。呢個升級唔單止係縮短咗兩地嘅物理距離，更加拉近咗深港同城化嘅心理距離，真正實現深港一家隨時穿梭。當然都有好多理性嘅街坊提出顧慮，口岸剛開通嘅時候，周邊配套肯定未完全成熟，交通接駁、便民設施、長者出行配套可能唔完善，老人家帶細路嘅家庭出行會唔會好麻煩？其實呢個問題完全唔使擔心，我哋可以參考早年蓮塘口岸開通嘅真實市場反應，大家就一目了然。只要口岸通關夠快、夠順暢、門檻夠低，區區配套不完善嘅短期問題，根本擋唔住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情。極致便捷嘅通關體驗，就好似一台24小時不停運轉嘅超級抽水機，源源不斷將香港嘅本地消費力、夜間客流、日常消費需求全部引流去深圳。面對呢場無可避免嘅客流分流，香港本地商家如果仲未做好應對準備，未來絕對會面臨巨大嘅經營衝擊。講起深圳商家嘅準備狀態，真係可以用近乎瘋狂4個字嚟形容。記者早前深入口岸周邊實地走訪，同招商人員、臨街商戶深度溝通，得出嘅結論相當震撼。喺口岸改造初期，成個片區都係工地，塵土飛揚，噪音不斷，道路泥濘，周邊商鋪無人問津，空置率極高，根本就冇商家敢入場。所有人等過睇淡呢個地段，唔知口岸幾時先可以完工，啟用投資風險極大。但係自從新口岸即將開通嘅消息傳出之後，呢片曾經無人問津嘅工地商圈，瞬間變成人人爭搶嘅黃金寶地。周邊商鋪租金一路暴漲，節節攀升。口岸對面臨街旺鋪租金漲幅最為誇張，部分鋪位租金直接翻倍。
就算價錢大幅上漲，依然有大把商家搶住簽約預繳租金，生怕錯失風口。當年蓮塘口岸開通就係最好嘅先例。當初蓮塘口岸升級一地兩檢，縮短通關時間之後，初期都有好多人抱觀望態度，唔敢輕易入局。但香港街坊好快就發現，蓮塘口岸過關超快，跨境巴士密集，物價同深圳差距極大，性價比超高。一時間大批港人好似潮水一樣北上消費，直接帶旺成個蓮塘商圈。原本冷清蕭條、瀕臨倒閉嘅街邊商鋪、餐廳商超，瞬間客流暴增，生意火爆。所有入駐商家全部賺得盆滿缽滿。有咗蓮塘口岸嘅成功先例，今次皇崗口岸周邊嘅商家個個都睇得好通透，準備得好充足。所有人都精準拿捏香港人嘅消費習慣同消費實力，提前搶鋪裝修，籌備業態，絲毫唔敢怠慢。而家口岸周邊10幾間黃金臨街鋪位已經全部租拿簽約碼，好多商家寧願提前1-2個月預繳租金，承擔空置成本，都要搶佔呢個核心風口，絕對唔願意錯過呢場破天富貴。更誇張嘅係，深圳商家嘅佈局眼光極度長遠，根本唔只係做日間生意、正餐生意，連香港人最中意嘅夜間消遣、凌晨宵夜市場都徹底拿捏。有一位準備開港式茶餐廳嘅老闆就同記者坦言，近幾年大環境經濟低迷，實體店生意難做，租金高昂，利潤微薄，經營壓力山大。而家佢將所有創業希望、經營重心全部壓住喺新皇崗口岸24小時通關嘅紅利之上。佢哋嘅如意算盤打得超級響亮，而且完全切合我哋香港人嘅生活節奏。以後香港上班族落班之後，唔使留香港捱高價消費，死板熱態5分鐘就可以過關去深圳食晚飯、飲奶茶、行商場、做按摩，玩到深夜餓咗，仲可以隨時食燒烤、宵夜、地道小吃，食飽飲足放鬆晒。凌晨2、3點先悠然過關，返香港瞓覺，完全唔影響第2日返工生活。呢種全天候零門檻、高性價比嘅跨境夜生活，對本身就死氣沉沉、業態老舊、物價偏高嘅香港夜經濟，絕對係徹底嘅降維打擊。長此以往，香港本地夜間客流只會持續流失，商圈活力只會越嚟越差。呢個趨勢已經無可逆轉。為咗等各位街坊可以輕鬆玩轉，悉新口岸順暢享受雙城便利，我今日專門整理咗一份懶人專屬通關攻略呢交通全指南，全程粵語白話拆解，簡單易懂，乾貨滿滿，大家一定要認真收藏。首先講大家最關心嘅香港交通配套，今次政府為新皇崗口岸量身打造咗全新嘅巴士網絡，徹底打破以往跨境出行只能靠寥寥幾條跨境巴士頻繁換乘嘅拱境。粵港兩地同步新增優化多條24小時通宵專營巴士路線，全面覆蓋香港港島、九龍新界各大核心居住區。無論你住邊一區，都可以就近搭，直搭車去到口岸，超級方便。住葵青葵涌一帶嘅老街坊，可以去葵翠公共運輸交匯處搭乘全新24小時通宵專線，直達口岸大樓門口。半夜想落街食宵夜、北上消遣都完全冇難度住。九龍核心區，譬如佐敦、油麻地、旺角嘅朋友，有途經中九龍幹線嘅專屬巴士路線，朝早返工、夜晚出遊，一鍵直達口岸。至於新界東面馬鞍山、沙田一帶嘅居民，都有專屬通宵巴士，途經火炭廣福村，由烏溪沙港鐵站出發，一路直達皇崗口岸。而屯門洪水橋嘅街坊就更加幸福，週末同公眾假期有青山灣巴士總站始發嘅專屬班車，班次加密，出行零壓力。除咗全新專線，城巴、小巴多條原有路線都新增咗口岸特別加班班次。小西灣沙田市中心上水出發嘅車輛全部延伸直達新口岸，大家只需要喺屋企樓下就近巴士睇站牌，嘟八達通就可以搭冷氣直達口岸，徹底告別以前露天候車、日曬雨淋、頻繁換乘嘅麻煩巴士，直接駛入口岸專屬轉運區。落車就行入寬敞冷氣大廳，舒適度同以前天差地別。再同大家講清楚核心嘅一地兩檢通關流程，新手都1秒適用。全新皇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，將香港同內地海關查驗點整合喺同一大廳。簡單講就係排一次隊過一次閘，搞掂兩地出入境手續，唔使重複排隊、重複核驗。香港人北上深圳帶好有效回鄉證就得，由深圳返香港出示香港身份證內即可。將證件放喺識別區，對一下人臉閘機自動打開，
即刻通關入境，流暢到同搭港鐵一樣簡單快捷。呢度有個重要細節提醒大家，為咗保護市民私隱，香港入境處唔會自動同步大家嘅證件同人臉資料去內地系統。如果想長期享受一次排隊極速自助通關，記得提前線上做簡單預先登記，一次性搞掂，以後永久受用秒速過關。同時口岸都好貼心，兼顧唔識用智能設備嘅長者遊客，專門預留咗68個人工櫃台。海關人員態度溫和，耐心細緻，就算行人工通道，速度都比以前快好多，兼顧效率同人性化。對比新舊通關模式嘅差距，大家就知今次升級有幾誇張。以前最少都要30分鐘起步，而家淨係需時5分鐘。一杯茶飲未飲完，一支煙未抽完，就已經穿梭深港兩地，再加埋24小時通宵開放，徹底解放我哋嘅出行時間。深夜探親、宵夜消遣、返工通勤，全部自由無拘束。口岸內部嘅接駁交通更加係經驗全場，做到真正嘅無縫銜接零奔波。以前過關之後要行好遠，露天通道要複雜地下先可以搭地鐵打車，而家完全唔使過關出大廳，直接搭內部扶手電梯落地下，無縫接駁5條深圳地鐵線，其中7號線堪稱跨境消費黃金線路，直達福田最繁華商圈，串連起匯城、天河城、天虹萬象城、環球匯等10大頂級商場。大家可以朝早休閒過關，搭地鐵逛商場，食地道美食，飲港式早茶，食炭火燒烤，逛累咗就按摩放鬆，買夠平價日用品、零食、蔬果，傍晚拎住戰利品搭地鐵返口岸5分鐘過關返香港，全程唔使日曬雨淋，一站式雙城體驗超級舒服。更加重磅嘅係口岸仲接入高鐵軌道，過關之後可以直接搭和諧號城際列車，輻射大灣區各大城市。唔單止局限深港短途穿梭，仲可以隨時開啓跨城短途旅行，玩法超級多元。反觀我哋香港市面，反差真係令人唏噓。政府年年話振興商圈，提振夜經濟，扶持零售業，但實際效果微乎其微。就拿荃灣一間沉寂8年嘅老牌商場嚟講，就算引入大量內地新品牌入駐舊市，依舊人流凋零，鋪位空置，毫無生氣。究其根本就係香港商場租金過高，業態老舊，服務死板，定價虛高。商家為咗回本，只能夠抬高物價，將成本轉嫁消費者。市民花高價消費，換來嘅係死板嘅服務、千篇一律嘅環境、糟糕嘅體驗。喺香港茶餐廳食飯，排隊半個鐘，服務員黑面，仲會被催離場，埋單動輒幾百蚊，反而去深圳，同樣嘅價錢能夠享受寬敞環境、貼心服務、豐富業態，性價比碾壓。香港換係邊個都會選擇北上消費。而家網上都有啲奇怪聲音，見到香港商圈衰退，深圳商圈爆火，唔單止唔憂心，反而冷嘲熱諷，幸災樂禍。真心講句，呢種心態真係好病態。我哋土生土長喺香港生活，靠香港揾食，香港經濟低迷，商圈蕭條，最終影響嘅係我哋每一個普通人嘅就業、收入同生活質素，根本唔值得開心。新皇崗口岸開通，絕對係深港格局重構嘅重大信號。5分鐘通關縮短嘅，唔止係物理距離，更加點燃咗兩地商業公平競爭嘅戰火。深圳商家已經全員就位，用平價優質服務、全天候業態、豐富娛樂，等候每一位香港街坊北上消費。而我哋香港人以後每晚都有新選擇，係留喺香港熬高價悶頭消費，定係5分鐘過關，解鎖多姿多彩嘅雙城夜生活。而家大家即刻去檢查下自己嘅回鄉證有冇過期，八達通有冇充夠錢。趁住口岸正式開通前，mark 低呢條攻略，到時約埋3、5知己家人同事一齊去體驗全新極速通關，北上食茶、逛街消遣，親身感受大灣區同城化嘅超級紅利。呢條片同大家拆解咗新皇崗口岸嘅5分鐘極速通關、24小時通宵運作、全港巴士接駁、深港商業格局洗牌全部乾貨。如果覺得有用、睇得過癮，即刻點讚收藏、轉發俾身邊嘅香港街坊。未關注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一鍵訂閱，開埋小鈴鐺。我會持續同大家更新大灣區最新口岸消息、跨境慳錢攻略、深港民生變化、商業趨勢拆解，帶你第一時間掌握最新風口同生活福利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